平安我是平安，我是明仔几点出门？8点，哦，8点，早起8点就出门啊？嘿，中途会哦过去找一个厂商，哦哦，嗯，我多等来，多哦，等到厝，嘿嘿，哦，要食饭哦，啊未，哦哦，去台北开会啊，再个我倒过吼，嘿嘿，就较慢啊。哦，OK OK，你有讲来台北去会，嘿，嘿哈，嗯，你等会当哪食啊？嘿哈，无要紧，咱等下咧。好，时间已经到哈，咱先来祈祷。听到阮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的保守，也伫天气的变化中间，阮需要主你的恩典，甲阮三个伫地。阮组织对出来及记19章的经文来看见主你怎样伫引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你因显现伫阮的生命中间，阮也毋望会当甲你面对面来相见面，来领受主你对阮的启示，甲你的旨意，也恳求主你帮助阮会当坚定来跟对你，跟对你的脚步，跟对你的旨意来行。阮即时也特别为着东部台湾伫昨昏发生的即个食物的中毒来祈祷，也恳求主你来保守因。虽然伫这过程的中间有丧失性命，也有真侪人住院，也恳求主你来甲面三甲伫地。继续来看顾保守，将今仔日营业时间来交托伫你的手中。你的圣神的智慧，甲阮三合伫地，也阮明白你所要启示的话语。阮安尼祈祷靠主的名，阿免。免好，今仔日是出来及记19章吼，19章就是已经以色列人伫即个西奈山下骹吼，西奈山下骹，诶，因去到伫西奈山，咱讲上帝的山啦吼。到底上帝的山伫倒位？其实科学学家、圣经学家有无共款的论点啦吼。不过大部分的共识即个呃上帝的山，咱咧讲的西奈山应该就是西奈半岛的上下骹边即个所在啦吼。咱原则上就是用即个做概念要来做伙来研读啦吼。即个山就是早前即幅图是我画，就是画迄个摩西受呼召的时阵的迄个情景。照伫圣经出来及记第2章、第3章特别第3章摩西饲伊丈人的羊伫山顶上帝甲伊呼召迄个山就是摩西引带以色列百姓来要服侍上帝迄粒山啦吼。所以这基本上是讲共一个吼。好，所以因真正伫安尼济困难的过程，包括出红海，拄着埃及的追兵，拄着苦水，拄着无物件通食，佮拄着无水一直一路一路一直行来已经来到伫上帝的山。那照伫出来及记第3章12节咧讲着讲，上帝的命令就是要爱摩西带以色列的子民出埃及，来到伫即个山敬拜上帝。所以咱用即个经文知影讲，因来到伫即个西奈山，就是当初时摩西拄着上帝，看到烧出火无烧去的气魄，即个山吼。圣经出来及记第5章，当摩西甲亚伦去见埃及王的时阵，伊嘛安尼讲：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着互我的子民去旷野守节来敬拜我。即个旷野
一般咱的概念的中间，就是咧讲着西奈山下面即个西奈的矿业啦，吼，西奈的矿业，吼，伫遮来敬拜上帝。你看第三节的时阵讲，迄本来人的上帝对阮显现。请互阮行三即个路程去旷野，吼，共款是咧指这个所在，上主阮的上帝来献祭，吼，这目的，咱知影地点也真清楚啊。目的就是要来献祭来敬拜上帝。但是伫19章咱看见讲，这个敬拜上帝要袂三清啦，吼。西奈旷野、西奈山，以色列人要袂当敬拜上帝，原因是安那，因还袂晓学习，吼，认捌即个上帝，吼，嘛毋知影要安怎来敬拜上帝，吼。这咱伫后壁会阁看着，吼，会阁看着安尼，吼。所以伫因要献祭进前，因所需要就是学习相关的规定啦，吼。出来入去对19章到40章所记载有关10诫，咱后章就会讲到10条诫，吼。讲到摩西的律法颁布的过程，过来有可能就是会较无聊小可，因为讲到规定吼、律法啦吼，一直到这中间拢咧讲到，咱讲入约的准备啦吼，一般圣经学家咧讲的吼，这段时间。那用现代咱咧讲教会，也是讲对基督徒的信仰概念，也是讲洗礼的概念来讲，就是讲信仰的基础训练课程啦，领洗礼前的课程啦，灵性造就的基础课程，也是讲基要真理等等。咱大概咱讲伫19章开始因伫甲上帝见面了后所发生这的代志，就是咧做这的部分吼。伫即个中间，咱去看到上帝的诫命的颁布的这中间，咱嘛会看到人的人性，吼，伫信仰的过程的中间，换哪会起起落落，会亲近上帝嘛，佮离开上帝等等遮的过程吼。咱以后再个一章一章来讲啦吼。19章的分段就是有3个部分吼，以色列人誓约吼，以色列人家己讲因誓约因要怎样来愿意来遵守吼，过来上帝要求以色列人着爱家己来清气家己，然后看见上帝显现，这是伫上路尾16、19、25节的所在吼。所以咱对第1节开始看，伫西奈山。以色列人出来入了后，伫第3月9月的初1来到伫西奈山、西奈的旷野吼。第3个月的初1吼，第3个月的第1天，咱知影因当时出来入是第1个月的14天吼。咱大概来看啦吼，就是讲伫16章的所在，甲咱讲因去到伫。这个以林甲西奈中间这新的旷野时阵，是第2个月的15天，所以迄个时阵是满1个月，吼，满1个月。然后这个过差不多15日的这个期间，因就行到伫西奈的旷野吼。西奈山的下骹，为什么遮紧出15日呢？头前是行1个月的时间啦吼。我要看到一个圣经的注解，迄个注解伊的日子就算毋对。伊讲吼，第3个月的初1，所以因行3个月吼。其实基本上是无很久啦吼，2个多月的时间吼，2个多月的时间，因到伫这个所在啦吼，应该是差不多应该个半月啦吼，是咧，个半月的时间吼。所以以色列人开差不多15天甲16天的时间，就对头前迄个玛撒吼的所在来到伫这个这个新西奈山的下骹吼，咱讲利非定这个所在来吼，因伫遐来试探上帝的代志吼。我搁甲这个时间搁整理一下吼。第1个月的14天因离开埃及。第2个月15天到伫迄个新的旷野，第3个月第1天到伫
这个西奈山啊的下面，也是讲西奈旷野吼，所以无到2个月的时间啦吼，无到2个月的时间，约略安尼的时间来到伫这个西奈的旷野吼，所以因离开这个离非定来到西奈旷野啊，就伫迄个山的对面来接应，所以因是面对西奈山啊，伫旷野，咱讲真平的所在啦吼，真平的所在。哦，咱小可来看吼，第1个月14天就是对这个南塞的所在出发，吼，然后第2个月的15天到伫这个所在，吼，到伫这个所在，然后搁到伫遮，吼，到伫遮，吼，啊，安尼来讲的时阵，因用无到2个月的时间，就来到伫这个西奈吼，就是上帝的山啦吼。第30到第6节。咧讲到摩西上山吼，伫遮小看一个问题，互大家想一下啦吼。我会记细汉的时阵，若咧读迄个摩西上山上西奈山的代志的时阵吼，印象中间老师咧讲拢讲吼，摩西上山2摆啦。第1摆吼去摕10个诫命落来，看到人民伫遐做金牛，伫遐拜偶像，所以甲迄个石板用破吼，用破了后搁去伫山顶，搁领第2版的即个10条诫命吼，所以古早的老师拢讲2摆吼，事实上毋是哦吼。伫今仔日19章内底，咱就看到圣经的记载，摩西就已经上山3摆吼伫整个因伫西奈山的即个过程中间摩西上西奈山毋但3摆尔尔统计起来差不多7摆吼。咱有机会会搁讲到即个部分吼，即咱后面才搁讲。今仔日来讲到3摆即个部分吼。所以咱对第3节的经文来看，摩西上山来朝见上帝，上主对山呢叫摩西，你着对雅各的后代以色列宣布，我对埃及人所做的事，恁拢有看到，嘛知我怎样亲像鹰鸟用膝载恁，带恁来归伫我。恁若切实听趁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会伫列国的中间，成做我的子民，全地拢是我的。毋过恁是归属我的，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恁着将这话对以色列人讲吼。短经文内底其实有足侪无共款的角度吼，咱会慢慢来切入啦吼。好，第3节的头前讲到摩西第1届上山吼，第1届上山，所以咱咧讲伊毋是1摆尔吼，嘛毋是2摆尔，伫19章就有几若摆吼。好，上帝叫摩西，这是第3节的后壁段讲的。伫概念顶悬，其实摩西毋免上山，嘛听到上帝的声啦吼。当然，咱知影伫出埃及记第3章记载着摩西第1届甲上帝拄面的时阵，就是伫这个山顶吼，就是伫这个山顶。所以伫遮伊甲上帝是面拄面吼。咱用安尼的概念来去讲的时阵，那咱知影着伫出埃及的这个过程的中间，摩西无搁再上山，伊的人伫埃及。但是上帝有对伊讲话无？有，上帝有对伊讲话吼。所以上帝基本上就是伊所咧介绍迄个自有应有、超越时间、空间限制的上帝。无论伫山顶无，上帝拢有咧对摩西讲话吼。咱伫概念顶悬，咱爱先有即个概念。伫遮为什么要爱上山？上帝叫伊上山？叫伊来听吼，来叫伊来听上帝吩咐。伫后壁有写着即个目的啦吼，有即个目的吼。好上帝甲伊讲，恁拢看见我对埃及人所做的代志，通常咧即个指就是迄个10个灾难的过程，包括过红海，上帝怎样甲
埃及的军队毁灭的这个过程，所以因是一个上帝奇妙作为神者的见证人啦，但是恁拢有看到，就是讲恁拢亲目睭看，因为上帝是为着因来做的，虽然是透过摩西各样人的这个管仔来执行，但是这是上帝所做的。因嘛知影，因要过红海，这个水伫边仔做墙，因安尼行过。埃及的军队入去就掩饰这因知影这毋是人会当做的代志啦所以上帝讲，恁拢有看到我怎样亲像鹰鸟用实载恁这咱通常来讲，对咱来讲，咱会较困难了解。虽然咱有大关礁，体积起来差不多几公尺的1.5公尺到2公尺之间但是伫圣经咧讲的这个鹰鸟，其实搁较大只。一般来讲，有因啦阮伫加州嘛有即种的鹰鸟加州的鹰鸟可能较细细看，2.5公尺左右但是圣经学家甲咱讲，伫非洲伫这个西奈旷野的鹰鸟，其实是搁较大只，迄个有因约略是3公尺大啦也捌有人去看见讲。即种鹰鸟若飞起来，会当甲迄样规个安尼甲撒起来咱讲迄个小朋友嘛有可能去掠去安尼不过这是咧形容啦，就是讲亲像遮大只的鹰鸟甲恁载啦你也知影讲，出来级的以色列人总数是差200-300万人，这中间一个鹰鸟是无可能所以伊。基本上是咧用一个譬如性的话语，亲像鹰鸟载恁来归伫我去，互恁得到保守因为鹰是上大只的这个咱讲飞鸟的种类是真凶恶、真有气力用安尼来保护以色列人来互因感觉讲知影讲因受上帝保守，亲像鹰鸟安尼保守安尼再来讲，恁若切实听趁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伫即个所在是咧宣告上帝要开始下命令啦伫即才足重要即才足重要。所以这是一个改变甲立约的开始所以恁若切实听趁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这已经宣告讲上帝要颁布伊的命令这个部分咧讲到列国的中间，诚做我的子民，有必须爱咱较济会去思考的部分，也是讲会当帮助咱用更较宽的角度来去看到咱基督徒受祝福的，也是讲犹太人因受选的这个概念的中间，所以这个选民的概念就已经真清楚伫列国的中间，诚做我的子民，所以上帝是拣选因，诚做伊的子民，毋是因为犹太人偌特别伯拉罕的子孙、雅各的子孙有偌特别，毋是，是因为上帝伫列国的中间来拣选因。这就解决一个问题啦就是讲到底上帝为什么要选以色列人啦有足侪人咧批评以色列人讲以色列人就遮失败着你看到现在佫是中东迄个无安定的原因之一啦是安怎上帝要竞选因哪无爱竞选别个国家啦其实上帝竞选别个国家，就一定会当成功吗？这是疑问啦嘛是一个否定的一个结论啦咱知影无可能人倒一个民族就一定成功啦共款就是讲，无论上帝竞选什么倒一个国家、倒一个民族其他的民族嘛拢会讲话啦但是上帝竞选以色列人做伊的子民，迄个概念基本上当然是要做伊的产业嘛是讲互咱做一个咱咧讲的 demo互咱做一个 sample，互咱知影安尼
但是伫即句话的中间嘛，咧甲咱讲，列国嘛拢是上帝的啦，吼、所以嘛是上帝所创造的，嘛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只有以色列人到落尾是归属上帝，因为迄诚做咱头前我写即个部分就是财产产业啦，吼，子民的意思就是贵重的产业，特别的产业，吼。归属上帝，所以因着爱照上帝的旨意来行，好那亲像咱过去讲过去迄种奴隶制度共款，你若做人的奴隶，你就是伊的财产吼。伫遮上帝特别拣选以色列人，施了伊的拯救，互因稳定，就是要爱因的关系搁较进一步吼，甲上帝建立吼。伊讲上帝互以色列人拣选因归属伫上帝的名下啦吼。伫即个中间特别讲到，恁是祭司的国度，吼，伫新约嘛有即个概念，咱咧讲的尊贵的尊君的国王吼，迄个祭司即种概念，但是伫新约的时阵，有真侪人去引用新约即个概念解说有小可出入啦，吼。那倒转来伫即个希伯来文也是讲伫出来及其咧讲的即个祭司的概念，咱伫13章的时阵，咱有讲到即个大囝的概念啦吼。即原本上帝留这大囝，就是要爱大囝献互伊，然后咧成做迄个服侍者，就是祭司的制度。所以当上帝咧甲摩西讲即个祭司的国度的时阵，祭司的制度是还未建立的。咧祭司咧指的是啥物人？其实咧讲大囝啦吼，我有搁用迄个13章的经文，互咱看伫迄个资料内底吼。我想讲，可能请大家搁转去变会较困难小可，我就搁甲copy过来即边，才互咱知影吼。所以伊这是咱会当用安尼来解说，就讲恁就是迄个大囝国度啦吼。所以这嘛倒转来伫路加福音咱咧讲的。是安怎耶稣会用浪子的故事讲大囝，吼大囝，大囝咧指当初时的犹太人、法利赛人、祭司，因无去照着大囝应该爱做的工作，安尼的角度来去看的时阵，咱知影大囝要做啥？伫遮咧讲做祭司啦。祭司毋是为着家己，祭司是为着人献祭。所以伊要诚做人的祝福，吼，这个概念就要真清楚吼，伫这个所在。所以咱若安尼倒转来去看路加福音15章咧讲到迄个大囝是安怎，咱讲大囝伊无做好大囝的职分，就是因为伊无有扮演祭司角色去帮助人，伊所注重的是看伊家己财产摕有对啊无，吼，这咱就足清楚知影吼，所以。上帝对全地全世界中间，将以色列来分别出来，因为伫胎大囝稳定的中间，上帝施了伊的稳定，爱要求因甲大囝来献互伊，成做将来服侍的人。第7节到第8节，摩西就去调集人民的长老，将上主的命令拢甲因讲，人民就齐声应讲，上主所讲的，阮拢要遵趁。这个摩西就将人民的话回复上主，所以一开始我用这个标题讲以色列的誓约，就是伫这个所在吼。以色列人的誓约吼，基本上就是拢无照安尼做啦吼。过来礼拜日周报内底文章牧师写着诚信吼。以色列人就是无照着誓约来去行，因有诚信的问题啦，吼。好，所以以色列人伫遮誓约，就是因要照上帝的话来行。上帝调集摩西调集以色列的长老，就甲以色列的长老遮个人代表，甲因讲上帝交代的话，吼。上主命令因吼，毋通安尼尔，佮命令因袂当我近西奈山啦，过来后壁所要讲的遮个诫命啦，等等遮个人民伫即个所在，毋是咧讲所有的人吼，是咧讲长老做代表的，所以因听到了后就代表宣誓讲，上主所讲的，阮拢要遵行吼。
上主所讲的哦，因拢要遵传吼，这是咱讲立约的准备吼这个诫命的颁布吼。第99、15节啦吼，上主甲摩西讲，我要伫别群的中间来你遮，互人民听见我甲你讲话，通永远信任你。摩西将人民的话对上主讲，上主搁甲摩西讲，你去人民遐吩咐因今仔日甲明仔载，着洁净家己，搁叫因着洗衫。11节，准备迎旨第3日，第3日上主要伫所有人民的面头前降临伫西奈山，你着伫山的周围甲人民定界限，讲恁着谨慎，毋通上山，嘛毋通侵犯山的边界。若有人侵犯这个山的边界，一定会互伊死吼。互伊死的方法伫13节咧讲，毋通甲伊摸着嘛，着用石头甲伊钉死，还是用箭甲伊射死吼。所有侵犯边界的，无论是人还是精死，拢袂用得互伊活。用到伫扫角的声拖长的时阵，因才通上山吼，毋是袂使啦吼，就是讲有迄个时间吼，有迄个准备吼，有迄个准备。摩西落山去人民遐吩咐因着爱洁净家己，佮叫因洗衫。伊对人民讲，着准备迎旨第3日，毋通整军妇人人。好，伫别群的中间来你遮，其实咱已经真了解啊，因为圣经甲咱讲，上帝用云用云条来带领以色列人吼。这咱是清楚，迄代表上帝的临在，所以伫万群的中间来你遮，这嘛对因来讲是一个真普通，也是讲真会通了解的一个情形啦吼。也表示上帝的同在甲保守吼。上帝吼故意要互以色列人听见上帝甲摩西讲话吼。真有可能是对以色列人来讲，上帝是摩西所传的上帝，是传说中间的上帝，是摩西所讲祖先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以撒的上帝。对因来讲，因真有可能心内还阁有怀疑。摩西你所讲的上帝是真诶假？是你家己咧假做诶，还是安那吼？所以上帝特别互因伫即个西奈山遮用云降临，甲摩西讲话吼，就是要爱互以色列人看见，上帝是确实存在所以意思是讲，当降临起来，上帝甲摩西讲话，毋是干那摩西听有尔，连以色列人拢有见证着，所以因有看到。应该嘛是有听到吼，所以若照圣经的记载是好若亲像雷声共款啦，佮有迄个死啦出现啦吼，所以伫即个所在，上帝特别应允摩西要爱甲伊三甲地地，然后甲伊讲话，目的是要互以色列人看见。咱若注意看，上帝临在是用水呐，用火，用即个庆烟，用雷声，透过以色列人看到，也透过听到，因来感受迄个上帝是实实在在临在伫因的头前，毋是讲听讲的安尼尔定吼，这有较深的信仰的意义啦，就是讲开始要爱互以色列人亲身去见着上帝，去看到上帝是咧带领因带领因的上帝后壁即句话是重点啦通永远信任你啦所以咱大概知影，就是讲摩西当初是伫以色列人的面头前，犹原有即个信任的危机所以上帝直接透过互因听上帝甲以色列甲摩西的讲话，互以色列人无搁再质疑摩西，所以讲通永远来信任你这就有真深的意思。好，是安怎头前咧讲还袂当上山啦还袂当上山，迄个圣经甲咱讲的等好势的时阵才会当上山，就是
是咧，爱因清气家己啦吼。咱知影希伯来文也是希腊文咧讲到这个性格是一个被动式啦吼，一个被动式吼。被称作圣，被称作义吼，是上帝爱因会通来甲所有的人民来分开，然后分别出来了后，互因会当因为这个救恩来互因成做圣，来归伫上帝吼。但是这个概念伫圣经的中间就已经一直咧出现啦吼，所以因就爱清气2天。第3日要甲上帝见面啦吼，这个是毋是将来耶稣基督的预表？这我若有一寡争论，咱就无搁去讲这个部分啦吼。但是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啦吼。好，上帝亲自临在，上帝要爱以色列人伫因的面头前来降临，就是要互因看见，要互因听见，互因知。这个时阵就是要来遮来服侍上帝，来敬拜上帝。但是呢，就爱伫迄个西奈山下骹来画界限、界线，互因无超越因为因还未准备好因还未准备好超过就袂当互伊活啦吼。伊有2种的处死的方式咱来看用石头钉死，这是伫早期因的。处罚的一个方式啦吼，初代教会嘛是安尼，咱看见耶稣嘛有人要用石头钉死，保罗嘛是安尼吼，因都过去就是用即种方式这是一个，所以因嘛是用这个概念咧讲，用石头钉死吼。第2个方式是用钱来写伊啦吼，写互死吼。伫原文的意思是讲爱甲伊写互烫过。或者是讲，射他吼，让他真的死掉安尼啦，射到头，死到头安尼，迄个意思安尼吼。所以伫这个所在就是讲，当恁还未圣洁，恁还未准备好势的时阵，袂当去山顶吼。这是一个改变啦吼。如果咱要去思考，因为咱这有足侪人有一寡无共款的问题甲论证，就是讲是安怎着爱死啦吼，着爱安怎。如果咱来倒转来伫创世纪咧讲着亚当夏娃关在爱甸园的代志的时阵，咱就会通大概知影，上帝互咱一个真简单的界面，禁止咱做啥，咱是毋是做会到吼？毋是讲袂当甲上帝见面哦，咱会记哦，毋是袂当甲上帝见面，这是错误的想法想法。咱其实会当甲上帝见面，会当上山无？会使。圣经有甲咱讲，但是即马袂使，准备好势，清气家己，时间到就会当上山。这是一个真重要。比如讲，有人咧讲吼。着约柜袂当摸啦，所以迄个乌撒就是摸着死啊。但是这毋对，这讲法毋对吼。约柜载伫牛车顶悬就毋对啦。那照以色列的传统，约柜是用祭司用人去扛我问人会当摸约柜无？当然是会使但是当咱的方法毋对，咱无照上帝意思去行的时阵。咱就会爱去面对迄个咱所做毋对的结果所以伫这个所在咱知影讲伫遮特别咧讲着讲袂当上山袂当上山，有啥物原因咱连夜去讲着迄个上帝显现的时阵，迄个景象到底是啥物货咱会当来看啦好，16节咧讲着第3日的清早时，因就爱伫迄个所在来扎营啦吼。拄则有讲，有个人就看到衫，就会联想着迄个衫的意义啦吼。当然，衫对以色列人来讲，伊本来文的意义有几个无共款啦。一个单纯的数字3多数啦吼。嘛有迄个几若摆的意思吼。嘛有咧讲着第3日对世人中国即种的概念甲角度啦吼。
等一下吼，我可能即个无用好势，小等者我看一下，我看我诶 PowerPoint 伫遮，遮有几个字无去啊吼，我用一个。好，来哦。好，所以三有无共款的意义伫即个所在吼，拄则咧讲的即个部分，咧讲几若讲三个复数，比如讲，即个 Elohim 就是上帝三个复数吼，啊，拄则咧讲有真济意思吼，几若讲介济摆吼，啊，当然，三特别对基督徒的救恩。咱讲第三日搁活等等的，但是咱今日无要伫即个神学的论证内底去看啦吼，啊无咱继续来看即个圣经吼。到伫第三日的清早，山顶雷公四呐，乌云密布，河角的声大陈，迎来的人民拢摇摇喘。摩西带人民离开营地，迎指上帝，因拢伫山骹。规个西奈山拢是火焰，因为上主伫火中间降临伫山顶，山的火焰亲像火炉烟呛悬，规个山震动。歹势，这个无用着，我过来用一个哈，是咧，经文用无完。好，去。规个山大震动，扫角的声愈震愈大。摩西讲话，上帝单雷甲伊应答。所以单雷甲伊应答，拄则咧讲以色列人民听会着无？听会着啦吼。这是上帝的目的啦吼。雷公四呐吼，有闪电吼。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气力吼。一般伫传统的宗教，也是讲，对伫古早人，因咧看到雷公四呐这项代志，因会感觉讲这是神的气力啦吼。所以台湾话才会讲雷公啊吼，雷公用这个雷公咧形容的意思，就是讲它带有神力啦吼，带有神力安尼吼。所以雷公信啦吼。第二个是这个烟啦吼，乌云密布，解说讲这个是火焰咧呛起来，所以热坎吼热坎。咱看伊讲火炉咧用的是安尼啦。过来就是声音啦吼，上帝的声音，伊讲用号角。号角咱咧讲是迄种讲类的声吼，真大声吼。拢咧形容用一寡形容词咧形容上帝的气力，上帝的声音吼。有圣经学家认为讲这是火山爆发的现象啦吼，所以有闪电，有烟硝。有亲像火炉安尼，就是迄个一个火炉顶悬呛烟安尼吼。所以伊感觉讲这就是迄个火山爆发的情形啦吼。这是英国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叫做 Colin Humphreys 吼，伊捌安尼来这个发表吼，来发表。伊讲这个西奈山就是一个活火山啦吼。当然，这个对圣经研究的角度来看是完全是相反的吼。迄个原因就是伊认为这个西奈山毋是伫咱即马咧讲西奈半岛即个山，伊是伫阿拉伯的沙漠中间，遐有一个山是活火山吼。这是有一寡圣经研究顶悬的争论啦吼。咱就无要伫即个争论牧师是甲即个摕出来，互咱了解一下，有遮个人的学说是安尼咧讲，但是圣经的考古学吼，圣经的考古学有实际去考古过，
自然科学家伊是用分析的吼，伊无真正去考古过啦吼。所以天主教的圣经研究吼，因反对即种火山爆发的看法啦吼。伊讲可笑的离谱啦吼。啊，迄个意思是讲，若照即马用西奈半岛即个西奈山来讲吼，即西奈半岛即个西奈山来讲，即个山毋是火山啦，吼，毋是火山，所以就无可能有即个情形安尼啦，吼。啊，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即种情形？咱无法度有定论吼。啊，若伫即个西奈半岛下骹即个西奈山的周围，咱嘛看袂到任何火山爆发过一种分野啦吼。所以天主教因就认为讲啊，迄种自然科学家所讲的袂信实安尼啦吼。到底当这时的情形是安怎，咱嘛毋知影吼。啊嘛真有可能就是讲，用圣经的话术咧形容上帝的一个形状，啊，个形状伊就无法度解释，伊就用伊所了解的字词去形容上帝，有雷公死呐，有即个烟硝迄个火吼，啊，有足大声，若像咧弹雷安尼吼，伊用安尼来形容吼，所以咱基本上咱用即个角度去思考啦吼，啊，所以上帝无爱互因伤过亲近伫迄个西奈山，就是讲，一方面是以色列人家己还未准备好势，另外一方面上帝认为时间还未到吼。人民听到安尼声拢摇摇喘啦吼，摇摇喘吼，就是讲咱咧讲，因要去赶去上帝，但是呢，因毋知影上帝到底是生做影变的。啊，结果伫西奈山的时阵，才看见讲，哦，上帝会出现是安尼，遮尔啊恐怖的一个情形安尼吼。所以，中即句话就是，我对迄个天主教的研究内底较别落来吼。啊，因就是因为用安尼，互人民对上帝产生即种敬畏的心啦吼。所以天主教的解释是安尼啦吼。好，第17节讲，摩西带人民离开营地，迎接上帝吼，因拢徛伫山骹。和合本的翻译讲，摩西率领百姓出营地啊，迎接神都站在山下了哈。啊，圣经的经文嘛是安尼啦吼，因拢离开因的营地吼，啊 ，out of the camp to meet with God. They stood at the 用 floor 哈，伫迄个山骹的土地遐吼，啊，伫遐来等候上帝安尼吼，所以共款，咱的旧的即个钦定本吼，啊嘛是安尼咧讲啦吼，所以咱会当讲因离开迄个营地，拢倚棍伫山，但是有照伫迄个界线，徛伫迄个所在，伫遐吼。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因的营地，并毋是要来比即个火山的燃烧，也是讲扬起的即个咱讲熔岩吼啊，即个火枪吼，毋是安尼，是颠倒要挖近西奈山，所以基本上咱会感觉讲，自然科学家所咧讲的是无介正确啦吼。所以因徛伫迄山骹，要迎接上帝，毋是要去自杀。咱知影火山咧爆发的是，逐个拢走较着啦吼，哪会搁去挖群吼？所以咱对安尼的形容来看啦吼。如果西奈山的情形真正是火山爆发的时阵，应该一群人会赶紧走，毋是徛近即个山骹底安尼啦吼。好，20节甲23节。上主降临伫西奈山的山顶，上主调摩西搁上山，吼，咱看见哦，搁一摆啊吼。摩西就爬上山，上帝对摩西讲：“你著去警戒人民，叫因毋通超越界线，要过来遮看上主会致到真侪人死吼。”请问上主的祭司嘛，着洁净家己，免得我甲因刑罚。摩西对上帝讲：人民袂当上西奈山，因为你已经警戒因讲，着伫山的周围设界限，甲山分别做成吼。
所以咱看见讲摩西毋是干那一届上山啦吼，所以这是第3摆去哩伫西奈山顶悬领受着上帝的诫命吼。好，我甲3个拢写出来吼。第3节，摩西上山朝见上帝吼，伫这个所在。过来第9节吼，上帝甲摩西讲，我要伫别群的中间来你遮吼，互人民听见我甲你讲话，所以伊嘛伫山顶甲上帝讲话吼。20节就是伊搁一届上西奈山吼，伫这个所在，咱看见讲伊毋是干那一届尔定，哈，袂当超越迄个界限吼。咱咧讲的讲，咱拢有一个界线。对伦理学来讲，就是讲咱袂当超越人的界限去扮演上帝啦吼。所以有一寡医学顶悬的伦理，时常咧讨论，比如讲古早咧讲试管婴儿会使无？有违反着即个上帝的权柄啊无？堕胎可不可以吼？对嘛？有人安尼讲，过来就是讲，代理孕母啦，等等这足济吼。啊，比如讲基因的人的再造，生命的再造，是毋是会当做吼？这有足济的讨论，就是讲超越迄个界线吼，这是伫伦理顶悬咧讲的。但是上帝伫这个所在，就是甲因画一个界限。地点的界限，搁来时间的界限，吼，到落尾看，咱有看咧讲，伊有温存伊去吼，但是伫即摆呢，先甲伊画界限，无爱互因入去看。真有可能，因为看到即个真奇妙、真奇怪的景象，因就想要三更去看，吼，真有可能安尼。所以上帝爱因保持冷静。爱去洁净家己来亲近上帝吼，所以互因袂当一个就去挖掘这个西奈山。伊搁一摆来讲免得死亡啦吼，免得死亡，上帝会处罚吼。但是对自然科学家的眼中来讲，你甲看上帝画界限，就是讲，互伊袂受到迄个火山的这个火焰吼。去影响着杀死安尼啦吼，但是你若照圣经讲是用石头钉死，甲用钱杀死，无讲着容颜这个代志啦吼。所以这有一寡争论啦吼，无而且牧师讲互咱大家知吼，咱莫落入去伫迄个争论内底。咱所看的是讲，其实伫这个所在，上帝伫遐咧画界限，就是要爱咱开始学习。遵守上帝的诫命，毋是讲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安尼吼？好，亲近上帝的祭司共款，以色列伫这个所在阁无祭司制度，所以是咧指着大囝来讲啦吼。伫13章我甲伊放伫遮用乌色的吼，献上头章就是上帝伫胎大囝保守的。搬过这个稳定了后，就叫因着爱献大囝吼，因为上帝甲因拯救吼，所以这个大囝是啥物？是上帝的啦吼，上帝的吼。咱有讲的大囝是第一个出来的，是上帝甲伊圣别的，所以着爱奉献予上帝吼，爱分别做圣吼。安尼讲第7日爱分别做圣日吼，就是爱分别出来归乎上帝这个概念啦吼。所以伫这个所在，上帝所拯救，上帝所创造，所以上帝本地是要爱互以色列大囝献互伊，成做迄个献祭的祭司的角色。但是后来因为大囝因有得罪上帝，所以就用利未人来代替做祭司的工作吼。这是伫咱知影吼。伫马太基书第4章来讲，爱献互上帝，就爱献啦吼。这个概念嘛，我这就无搁讲，互咱知影。伫13章咱有已经，其实伫13章的第2甲第4拢有讲到大囝的部分，咱若机会去变的时阵，搁来看一下吼。好，爱家己清洁，伫头前已经有讲到，袂当亲近女色啦吼。所以咱来倒转来看圣经对着。自洁的标准是啥物？就是咧讲着袂当有这种性的生活吼，要亲近上帝进前吼，着爱家己洗身躯，爱
爱有清气吼，过清气的生活呢。撒母耳上悬21章嘛安尼讲啦吼，而且讲伊嘛是讲袂当亲近妇女吼，才通食吼，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大必去伫圣殿咧讨这个献祭的饼的时阵。这是嘛安尼甲伊要求吼，所以讲，阮最近拢无亲近妇女吼，伊意思讲，阮是圣洁的，阮是清气的，所以因会当食呢吼。好，所以爱洁净家己啦吼，就是讲，这个命令真清楚，就是爱你要归服上帝，要甲上帝亲近，你着爱圣别家己的意思吼，伫遮来亲近上帝。摩西甲伊回应讲，上帝你已经交代过啊，因袂超越这个界线，因会严守上帝的规范。为什么？因为头前伫第6节迄个所在，第7节遐因着讲上帝所交代，阮拢会遵守啦吼。了后摩西就落山。上帝讲你落去，则搁甲亚伦做伙起来，毋过祭司甲人民毋通超越界线。所以你也看哦，头起先是摩西，即摆搁落去了，换亚伦做伙起来，祭司甲人民也袂使，也袂使，这边我甲因刑罚啦吼。摩西就落山去人民遐，甲因宣布啦吼。所以搁一届落山，将来当然搁有第4届上山啦吼。这个部分就是爱，互咱知影，就是讲，伫圣经的中间，摩西上山的次数，毋是干一摆，也是2摆尔尔，其实有几啊摆吼。带亚伦去哩，因为亚伦是这个伊的助理伊的祭司吼，若是伊禁止祭司甲以色列以外的遮的人去哩吼，所以伊讲恁袂当去哩，免得上帝来这个刑罚啦吼。好，嘛因为安尼，摩西上山毋但一摆，伫19章咱看见，伊就已经去哩3摆啊，吼。所以才会吼伫后壁会发生迄个代志，就是以色列人吼挡袂牢，是安怎摩西上山40日，拢无消息，无搁落来，到底死啊？我毋知影，所以因才会叫亚伦去替因做一个金牛，讲你看，这就是带阮出埃及的上帝，因为因也毋知影摩西甲上帝见面到底。死也是活咧，也是安怎？因毋知影，所以因伫遐讲，头前着起落落，即摆是安尼去遮久拢无消息啊，到底会发生什么代志？无吼，大概是安尼的概念伫即个中间安尼啦吼。所以咱大概对即个经文中间，咱知影，因开始进入伫西奈山遮，开始制定一寡上帝制定一寡规范，因啥物会当做。因应该做啥？什么货袂当做？然后这个基础开始有的时阵，20章开始，就开始看到上帝正式颁布10条诫命，吼。咱就后一摆的时阵，咱就会过来看安尼啦，吼。好，到遮。有啥物要问的，还是要分享的无？这是算是讲19章，算是去到迄个所在，开始甲因传达讲要服侍上帝、敬拜上帝一个准备啦吼。所以咱会看到讲，因着一寡简单的规范就出来吼。因爱安怎做，爱家己清气，袂当超过迄个界线吼。好，安尼若无，咱是毋是请亚文带咱来祈祷？好，那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安静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读你的话语。感谢上帝，让我们透过牧师的分享，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能够了解到神你
你所赐给我们的道路，让我们知道如何的来向前行。也求神常常让我们的心里都能够自洁，让我们的心都能够向神靠近。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次都能够迎接上帝的降临在我们的心中。愿神大大的赐福给我们，让我们都能够照着神的话语来行。我们即将要结束，也求神保守我们晚上的睡眠都能够在平静安稳中安息在你上帝的赐福当中。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他们多谢牧师，大家晚安。晚安，我们明天大家晚8点出发。哦，好，拜拜。平安，平安。平安。